各位歡迎收睇有線新聞，我係陳書君。復活節連假頭2日，累計有過百萬香港居民出境。第3日截至朝早10點，有92000個港人出境，但亦有唔少市民留喺香港玩。西貢、山頂纜車站都有人潮，有食肆預計臨近假期尾聲，生意會回復增長。黃俊軒報導。西貢碼頭人頭湧湧，唔少人一家大細趁住好天氣搭船去西貢外島。復活節長假頭2日，累計超過130萬港人出境。有人覺得留喺香港放假係唔錯嘅選擇。太多人出去啦，太多人出埠啦，成百幾萬人。係咯，百幾萬人走咗，咁多人，無謂逼啦，唔想逼，係唔中意逼。原本諗住尋日去深圳都冇上啦，因為太多人啦。海旁附近嘅餐廳差唔多坐爆，餐廳負責人就話：相信臨近假期完結，會多咗港人留港消費。最基本都多咗20% 到啦，係啦，比起往年就起碼20至30%，係啦。話係咩客源？可能政府多咗個1000多行，同埋多咗好多留港消費翻咯，因為好多嗰陣時出國玩完嘅，可能就翻返嚟香港消費啊。琴日開始天氣好翻嘅話，就應該都會 keep 住，再加埋黃金週啊嘛，係啊，咁應該都會好嘅。西貢嘅話。市區嘅景點亦都有唔少捧場客，喺中環山頂纜車站排隊搭車嘅本地市民同埋遊客都覺得比想像中多人。今日呢度就多人咯，係啊，相對多人啲咯，都係同佢玩為主啦，係啊，因為佢仲細，所以之後先再帶佢出去玩，咁啊留喺香港消費啊，同埋玩下咯。是那邊那個維多利亞那邊還好，這邊感覺人有點多，剛看到的時候都驚訝了，所以就是沒有想過那麼多人。是的，沒有想過那麼多人。今天可能是因為週日，是不是？山頂凌霄閣仍然係唔少旅行團同埋散客嘅熱門目的地。山頂纜車已經提前擺咗雪糕筒，應對大批人士搭車落山。有線新聞，黃俊軒報導。運輸署預計今日稍後時間同埋聽日會出現回港人潮，較多旅客使用陸路管制站回港。高峰期公共運輸需求較高，等車嘅時間都會較長。已經指示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加強服務。經港珠澳大橋往返嘅跨境私家車亦都會顯著增加，呼籲旅客預早規劃行程，預留充裕嘅交通時間。恒生銀行高級顧問梁兆基話：中美關稅戰令到本港出口量明顯下跌，估計本港今年經濟增長未必達到政府預計2%嘅目標。銀行會繼續支援中小企。黎善雄報導。中美關稅戰持續，恒生銀行高級顧問梁兆基話：兩國貿易幾乎完全停頓，預計本港出口量明顯下跌，今年好大機會唔能夠達到2%嘅經濟增長目標。不過美國市場喺香港轉口佔比近年陸續減少，影響唔會比新冠疫情嚴重。對於中小企嚟講呢，最重要都係個訂單。你冇咗訂單，基本上就係冇咗個命脈。美國嘅訂單突然之間中斷，可能造成一啲短期嘅資金緊張啊。呢一方面嚟講，銀行會盡量因應佢哋嘅還款能力咧，去協助。尤其是喺打開其他市場方面嘅訂單啊，銀行方面會提供一啲貿易嘅融資俾佢哋，希望能夠喺嗰方面能夠盡量抵消喺去美國嘅訂單。佢相信今次會推動企業加速開發美國以外嘅新市場，又認為只要香港自由港嘅定位不變，可以保持優勢。顯示香港喺任何情況裏邊嚟講呢，都係維持一個金漆招牌，就係我哋嘅自由港嘅承諾呢係冇改變嘅。咁呢個對於外商嚟講係吸引嘅，因為至少喺咁多不確定嘅因素之下嚟講呢，香港嗰個倚靠性呢係相當強。咁呢個會增強香港未來嗰個嘅信譽。喺將來嚟講，能夠吸引更加多外商呢，利用香港作為一個樞紐去營運佢哋本身喺亞洲區嘅即係業務。
佢話美國嘅做法破壞國際產業供應鏈，亦都影響投資者嘅信心，全球經濟將會面臨混亂。香港應該以不變應萬變，無需過分悲觀。有線新聞黎善彤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美國單方面挑起關稅戰，大幅增加國際貿易同投資環境嘅不確定性。本港要向國際社會展示係全球資金嘅安全避風港。又話留意到國際資金增加內地同香港市場嘅配置，凸顯東升西降嘅投資格局。李榮忠報導。美國發起關稅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網誌批評做法嚴重擾亂全球貿易秩序同供應鏈穩定，亦都會衝擊全球經濟前景，令到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各國商界領袖一致批評美方行徑。佢話要認清目前國際經貿格局嘅轉變，將會係中長期結構性。香港作為高度外向型嘅經濟體，難以獨善其身，必須凝聚社會力量，背靠祖國，共同應對。最好嘅策略係向國際社會展示香港係全球資金嘅安全避風港。喺關稅戰割裂全球經貿下，香港能夠發揮超級聯繫人嘅關鍵作用，為全球企業同資金提供新發展機遇。喺商界轉為拓展更多內地同亞洲新興市場貿易下，香港作為自由港，可以便利企業物流配送同埋貨物倉儲作供應鏈管理。佢話：過去幾個月，國際資本正喺度加速配置到香港同埋內地嘅市場。一啲最近上市嘅內地企業外資認購比率顯著上升。有外國金融機構話，正喺本港擴張規模同增聘人手，反映國際資金加速分散風險，東升西降投資格局變化正逐步凸顯。過去一個禮拜，香港舉行咗2場大型國際會議。陳茂波話：唔少嘅與會者都睇好國家同香港嘅發展前景，未來會繼續舉辦更多活動，俾國際投資者了解香港嘅無限機遇。有線新聞李榮忠報道。所有入境泰國嘅外籍旅客，下個月開始要提前填寫電子入境卡。5月1號開始，所有經海陸空方式入境泰國嘅旅客，必須至少喺抵達前3日預先喺網上填寫入境卡，提供個人資料、健康狀況同埋當地住宿等。之後會收到確認電郵。政府發言人話：入境卡唔係簽證，只係電子表格，期望簡化入境流程。預計即將推出手機應用程式。起緊嘅泰國曼谷審計辦公大樓喺上個月嘅緬甸地震中倒冧，承建商之一中鐵十局一個中國籍高層被捕。特別調查部門星期六喺曼谷一間酒店拉咗一個譯音姓張嘅中國籍男人，並且帶到部門總部問話。佢係承建大樓項目嘅中國國企中鐵十局嘅高層，持有公司49%股份，其餘51%股份就由3個泰國人持有。但呢3個泰國股東估計只係掛名。資金實際上嚟自中國，4個人涉嫌違反外商法，當局即係追捕涉案嘅泰國股東，並且調查呢一間公司有冇用到不合格嘅鋼材。倒冧事故至今造成40幾人死亡。美國多地再有民眾上街抗議總統特朗普嘅政策，係今個月第2輪大規模示威活動。主辦方認為特朗普嘅政策違憲，侵犯公民權利。李文希報導。美國首都華盛頓大批示威者手持標語喺白宮外邊聚集，遊行民眾舉起橫額，有人唔滿意總統特朗普嘅政策獨裁，話美國唔需要國王，要求佢落台。國家廣場亦都有大批民眾集會，佢哋唔滿意特朗普嘅經濟同埋社會政策，包括富商馬斯克率領嘅政府效率部大規模裁減聯邦僱員同埋削減開支。民眾亦都聲援早前被華府錯誤遣返去到薩爾瓦多嘅馬里蘭州公民。加州有人喺沙灘上面捉起人鏈，排成彈劾同埋罷免嘅字樣。今次係民間組織50501再次發起全國集會，代表全國50個州同日舉行50場抗議。紐約、芝加哥、俄亥俄同埋賓夕法尼亞州等地都有人響應。
全國廣播公司報導，主辦方合共舉行近700場嘅示威活動。發言人強調，組織無分黨派，示威活動嘅目標係要捍衛美國民主，認為政府應該以民為本。有線新聞李文希報導。返嚟新聞時間，一架私家車涉嫌喺尖沙咀逃避警方截查，被警車追逐咗14公里，去到火炭相撞，車上搜出5.9公斤懷疑毒品，3男1女涉嫌販毒、醉駕同瘋狂駕駛等被捕。黎善彤報導。被捕嘅3男1女黑布蒙頭，鎖上手扣，被警員制服之後坐喺地上。之後警員押解4人上車，先後打開車頭蓋同車尾箱，又影相記錄，將懷疑毒品放入證物袋。清晨5點幾，架白色電動私家車喺尖沙咀漆咸道南近柯士甸道交界遇上警方路障，未有按指示停低，加速沿公主道駛走。警車尾隨展開追截，私家車駛到火炭駿洋邨，同警方嘅黑色隱形戰車迎頭相撞。車上3男1女當場被制服，年齡介乎20至23歲，佢哋涉嫌販毒被捕。另外23歲男司機酒精測試超標，涉嫌醉駕同瘋狂駕駛。警方喺車內檢獲懷疑大麻朱古力、大麻油、大麻糖、太空油、可卡因同毒郵票。2個警員喺事件中受傷，清醒送往威爾斯醫院治理。有線新聞黎善彤報導。日本傳媒報導，一個中國籍男人滑雪期間懷疑墮入融雪洞穴死亡。報道話，個男人星期5同朋友喺新潟縣湯澤町一個滑雪場玩滑雪板期間失蹤。警方接報之後調查搜查。星期6朝早喺山頂附近一個融雪洞穴發現失蹤者嘅遺體，進一步調查佢嘅死因。共同網報導，死者姓林，38歲，係一個企業高層管理人員，而家喺香港住。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復活節期間停火30小時。呼籲烏方仿效，不過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就指控俄方宣稱停火之後繼續施襲，質疑莫斯科唔可信。彭天晴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京深夜喺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參加東正教復活節彌撒。喺呢一個重要節日前夕，普京宣布基於人道理由，復活節期間停火30個鐘。Гуманитарными соображениями сегодня с 18:00 часов до 00 часов с воскресенья на понедельник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объявляет пасхальное перемирие. Приказываю на этот период остановить все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普京敦促烏克蘭仿效俄羅斯暫時停火，同時指示俄軍要為烏克蘭可能違反停火協定做好準備反擊，認為今次停火可以測試烏方係咪有誠意達成和平協議。不過停火措施生效之後，烏克蘭東南部克爾松州仍然有住宅大廈遇襲。首都基輔等地亦都發出防空警報。總統澤連斯基引述武裝部隊總司令瑟爾斯基話，俄軍繼續進攻多個前線地區，攻勢未有減弱。俄羅斯庫爾斯克州同別爾哥羅德州嘅戰鬥仍然持續，批評普京違背承諾，玩弄平民性命，但承認部分地區比以往平靜。澤連斯基話停火30個鐘只係噱頭，唔足以建立信任，建議延長停火。又話俄方上個月拒絕美國提出全面無條件停火30日嘅建議，如果俄方落實全面停火，烏方亦會採取相應行動。俄烏同日交換超過500名戰俘，澤連斯基話277位軍人已經返回家園。俄方話獲釋嘅俄軍目前喺白俄羅斯等候回國。有線新聞彭天晴報導。俄羅斯突然單方面宣布停火，分析認為總統普京嘅策略係向美國證明莫斯科有意締造和平，以繼續爭取華府支持。陳曉容報導。美國近月多次斡旋俄烏和談，分別提出全面無條件停火30日同埋黑海停火協議，都被莫斯科拒絕。
斡旋工作未見成果。總統特朗普揚言，如果冇明顯進展，將會退出談判。華府表明意向之後，俄羅斯總統普京突然單方面宣布復活節暫時停火，係克里姆林宮第一次讓步。分析指，如果俄羅斯有心停戰，理應事先同對方談判，為此做好準備。認為係普京嘅盤算，釋出善意去滿足白宮嘅要求，同時塑造俄方有意結束戰事，係協助解決問題，而唔係製造麻煩，令特朗普繼續企喺自己嗰邊。分析亦都指，如果烏克蘭未有按俄羅斯要求停火，可以令普京進一步向外界宣稱烏方無意停火，令基輔承受更多嚟自華府嘅壓力，導致美烏關係更加複雜。喺外交層面嚟講，對烏克蘭係弊多於利。俄羅斯前年1月亦都下令東正教聖誕節期間停火1日半，基輔同西方都認為係莫斯科嘅戰略停頓。有線新聞陳曉容報導。美國同伊朗官員喺意大利羅馬就核問題完成第2輪間接談判，雙方都話取得進展，同意下個星期喺阿曼展開第3輪談判。兩國技術專家亦都會磋商核協議框架。陳子珊報導。美國同伊朗代表團結束4個幾鐘嘅談判之後，先後離開阿曼駐意大利羅馬大使館。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同美國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就核問題次輪間接談判，同首輪安排一樣，雙方官員分別入2間房。透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傳話，阿拉格齊接受伊朗傳媒專訪，形容今次會談具建設性，正係逐步取得進展。雙方就部分原則同目標有更深入理解。美聯社引述華府官員指，會談進展良好。阿拉格齊同威特科夫曾經面對面交談，雙方同意進入下階段談判。技術專家下個星期3先喺亞曼為核協議制定框架。兩國談判代表下個星期6再喺亞曼舉行第3輪會談，評論專家工作成果。亞曼外交部期望下階段談判目標係達成公平、持久同埋具約束力嘅協議，確保伊朗唔會擁有核武，同時保障佢和平發展核能嘅能力，並全面解除對德黑蘭政府嘅制裁。有線新聞陳子珊報導。